回答模式一样要有对象，再加上道谢的原因，比如说明对象曾经的好，再加上感恩祝福词。我们来看题库的题目。今晡日係教師節，唔會同先生講乜嘅，表示熱嘅感謝。套用回答模式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。对象是先生，道谢的原因是感謝教我功課，感恩祝福詞是教師節會到嘞，祝福先生教師節快樂。因此，答案可以说：先生，感謝教我功課，教師節會到嘞，祝福先生教師節快樂。我们再来练习一个不同的答案。先生，落日寄託我抗議籠統，教師節會到嘞，祝福先生身體康健，教師節快樂。一擺，那係通過抗議認真考試，來感謝乜人，請用幾句話對其表示熱嘅感謝。套用回答模式，我们可以这样回答：先生，一擺我實際通過抗議認真考試，做好我感謝，按用心教我功課法哦。